屏东的明阳国际这工厂顶礼拜五发生爆炸，这工厂边仔前进国小这校园内面的这玻璃、窗仔门也拢破去受到损害。学校是拜六停课，赶紧伫咧修复，今总算是恢复啊。有一寡家长对这环境还有空气也是有疑虑，校长表示讲会对全校128个学生进行宣导，才会恢复这校外课程。一透早，袂少家长带学生来上课，小朋友排着卡网家己去校园。顶礼拜五暗时边仔工厂发生爆炸，学校伫拜六紧急停课，25拜一总算恢复上课。不过家长也是关心，交代囡仔爱注意碎玻璃，若是袂爽快，就要通知老师。碎玻璃呀，还有那个安全性什么的，还是如果说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会那个要赶紧告诉老师啊。前进国小因为距离爆炸工厂敢若600公尺，当时教室玻璃甲饭桶破损真严重，拢总19片的玻璃破去。拜六学校是动员来老师做伙清理。根据教育处的统计，这摆学校财损金额大约是2万块。利用星期六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学校的同仁动员起来将我们受损的一些门窗玻璃紧急请厂商来做维修更换。依据监测工作持续到3点半的报告我们学校是空气是没有异常的一个状况。这摆工厂发生爆炸，乌烟直直清。屏东县政府的紧急事故小组嘛有来到学校来检测空气品质，目前是拢无问题。学校表示会先对学生来宣导安全，轮到过后才开始户外课程，来确保学生的健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综合报道。